深度解碼鄭麗文的前世今生和真實政治訴求。她不是橫空出世的和平使者，而是一段複雜台灣政治史的產物。從眷村女孩、台獨熱血青年，到藍營戰將，再到被北京敘事高度利用的關鍵人物。台灣政治人物常常會變，但很少有人像鄭麗文這樣變得如此戲劇，也如此刺眼。她的故事之所以令人不安，不只是因為她曾站在街頭怒斥國民黨是最可惡的統治者，高喊台灣建國，也不只是因為20多年後，她已成為國民黨最具攻擊性，也最能代表強硬路線的政治人物之一。真正讓這條軌跡充滿爆炸性的是，她每一次轉身都踩在台灣認同、兩岸關係與權力重組最敏感的斷層線上。她不是一個普通意義上的變色龍，而更像一塊被不同政治力量反覆爭奪、反覆利用、反覆編碼的符號。也正因此，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人士從來不把她僅僅視作一位台灣在野黨領袖，他們分析她時看的不是一般政客的起伏，而是一個更危險的命題。當一個真誕生於台灣民主化浪潮中的人物，最後卻以和平交流一家人的名義，為北京的統戰敘事提供最有說服力的話術時，這到底意味着什麼？在他們眼中，鄭麗文從來不是一座橋，而更像一個信號。信號背後是台灣民主內部的流動性，如何被威權體系轉化成統戰資源，是一個本來屬於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如何一步步被重新包裝成中共最需要的那種台灣面孔，不是舊式統派，不是生硬的代理人，而是一個有前史、有反抗履歷、有我以前不是這樣的可信度的人。而這一切要從他的前世說起。鄭麗文1969年11月12日出生，母親是雲林本地人，父親鄭清輝籍貫雲南寧沂一帶，為1949年前後隨國軍嚟台的榮民。更深層的背景是，鄭清輝其實是雲南普洱鎮原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縣鎮泰鎮興隆村鄭家村小組的彝族人。KNG4 是抗日遠征軍第5軍93師士兵，參加過仁安江戰役、胡康河谷等慘烈戰鬥，身上留有戰傷，獲抗日榮譽勳章。在野人山撤退中，靠吃樹皮喝泥水幸存，後隨部隊在緬北打游擊。1950年代初輾轉嚟台，他在陸軍政戰系統服役自治小校，退役後定居台南正宗三村。鄭麗文從小聽父親講抗戰故事、保家衛國與雲南老家往事，父親常強調我們是中國人，根在大陸。他後來多次公開稱父親是那個年代的陸配，並與丈夫駱武昌一起回雲南祭祖。這些中國記憶本是私人情感，卻在今日被北京敘事反覆放大，成為他兩岸一家人話術的最強背書。這樣的出身，後來不斷被外界拿來解釋他政治上的大轉彎，因為他本身就是台灣戰後歷史的縮影，一個生於台灣、長於台灣、接受台灣民主化洗禮的人，卻同時背負着強烈的中國記憶與族群位置這種身份的雙重性，為他日後的每一次政治轉向都預埋了可能性。他外形高挑，身高178公分，年輕時因外貌亮眼 ，KNG4 被星探邀請去做模特，但他沒有走娛樂路線，而是一路朝辯論、社團、學術和政治表達的方向發展。他成績優異，進入台大法律系，後來赴美國天普大學取得法學碩士，又到英國劍橋大學攻讀國際關係。部分資料甚至提及他 KNG4 是博士候選人。他在劍橋時期被中國研究權威教授方德曼視為得意門生，也有人感嘆，如果他不從政，本可以成為一位很出色的學者。問題是，台灣當時正處在一個讓理想主義最容易燃燒的年代，戒嚴結束，民主化高漲，街頭政治、學生運動、身份討論像洪水一樣衝開舊秩序。鄭麗文沒有躲在書齋裏，他投入了學生運動，擔任台大大學論壇社社長、新生代國家安全論壇召集人，迅速成為那一代校園政治中極具鋒芒的人物。1988年，年僅19歲的他在520農民運動中公開演說，
炮轟國民黨是最可惡的統治者，高喊台灣建國，推翻國民黨暴政，這不是後來被斷章取義的一句失言，而是他政治前半生最核心、最真實的起點。他不是溫和派，也不是過渡派，更不是那種模糊含混的本土認同者。他當年是帶着強烈感情和明確方向，站在反國民黨、反舊秩序、支持台獨的街頭浪潮中的。正因為這一段歷史太鮮明，他後來才變得如此具有反諷性。1996年，鄭麗文代表民進黨當選第3屆國大代表，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一批政治新秀之一。1999年，他出任民進黨國大黨團副總召集人、青年發展部副主任，逐步在黨內取得更高能見度。他也是媒體熟臉 ，KTC 在政論節目《火線雙驕》中以犀利、強勢、反應快著稱。那時的他是綠營典型的新生代，會變、敢戰，能上街、能上電視，也能以清晰的敵我語言組織情緒。陳水扁也曾試圖拉攏他，足見其當時在綠營中的位置並不邊緣。如果把他的前半生停在這裏，那會是一條非常台灣民主化的標準軌跡。眷村出身，卻在台灣本土浪潮中主動站隊外省二代，卻加入民進黨，從學運走入體制，成為民選政治人物與媒體論客。他原本像極了那個時代用來證明台灣民主可以跨越族群歷史的樣板人物轉折，發生在2002年。他因為在節目中批評時任衛生處代處長涂省哲涉攬議案傳聞，引發巨大爭議，隨後遭民進黨停權。他則以理念不合為由，與民進黨徹底決裂，公開批評黨內的派系文化和政治作風。這場衝突不只是職業生涯中的一次挫敗，更像是他政治人格的一次斷裂。他離開民進黨，暫時淡出一線，轉去主持節目，也負劍橋深造，對兩岸關係重新思考。支持者會把這解釋為幻滅後的成熟，批評者則從這裏開始把他的後續變化視為一種更深的機會主義顯影。當他發現自己在原有敘事中受傷、失位，無法再上升時，他開始為自己尋找新的語言、新的陣營和新的權力坐標。這個判斷之所以嚴厲，是因為他後來的轉彎速度確實太快，也太徹底。2004年台灣大選後，泛藍抗議選舉不公，他擔任活動主持人，正式站上挺藍舞台。2005年，連戰與林峰正親自邀他加入國民黨，這個動作在當時已極具象徵意義。一個曾高喊推翻國民黨暴政的民進黨政治新星，如今受國民黨主席延攬，成為藍營陣營中的宣傳要角。他隨後出任國民黨民傳會副主委兼發言人，後來升任主委。2008年出任不分區立委，2012年任行政院發言人，又歷任立委、黨團書記長等職務。他在藍營內部迅速站穩，而且不是靠溫和中庸，而是靠戰鬥力。他成了所謂藍營戰神最強辯手，以高曝光、高衝突、高表達效率，幫助國民黨重塑更年輕、更通俗，也更具傳播性的形象。他甚至願意配合各種輕鬆、搞笑、親民式表演，穿短裙、跳舞、做造型，讓傳統老派政黨學會如何在媒體時代包裝自己。他不是那種板着臉的意識形態人物，恰恰相反，他非常懂得如何把強硬立場放進流行傳播的愛學裏。這種能力使他比許多傳統藍營人物更危險，因為他既會戰，也會演，既能講原則，也能講情緒，既懂意識形態如何運作，也懂媒體如何放大人設。2025年國民黨主席選舉期間，黨內對手張亞中公開爆料，鄭麗文背後有一位低調金主 CK 楊建剛，此人曾多次在關鍵時刻出手助選，並向朱立倫獻策大紅土帽子讓選情翻盤。如今又力挺鄭麗文，張亞中痛批國民黨內部
路從不以信念為準，只以算計為軸。同時，馬英九與鄭麗文的不和也被擺上台面。馬英九心腹蕭旭岑接任副主席時，先向鄭麗文報告，再向馬英九匯報，導致馬系不滿，認為鄭麗文在搶人、搶線。桂綸鑾被指為鄭麗文陣營的背後靈，拉攏退將助勢這些黨內拳鬥顯示，鄭麗文今日的強硬路線背後不僅是個人魅力，更是派系與金主算計的產物。他的私人生活也增強化這種複雜性。2011年10月10日，他低調登記結婚，丈夫駱武昌是台大政治系學長、政治傳播學者，出身苗栗深綠家庭，父親還是民進黨地方系統要角。為了支持妻子，駱武昌曾辭去民進黨職務，一度與父親關係緊張，後來因家族中的抗戰背景而和解。這段藍綠聯姻本來很容易被包裝成台灣和解的象徵，政治立場可以跨越家庭，婚姻可以消弭對立。藍綠並非不可共存，兩人沒有生育子女，採取女主外男主內的丁克模式。鄭麗文曾說過一句極有傳播度的話，她的時間屬於台灣民眾，孩子會成為犧牲品。更深層的傳聞在於，駱武昌早年是民進黨新潮流派系總幹事 Ken G4， 在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中擔任陳菊陣營總指揮，最後一刻爆料國民黨走路公賄選，卻被查出烏龍，自己背上選舉奧步黑鍋，被逼淡出政壇。更有綠營人士指出，駱武昌學生時期就可能已被情治單位吸收，這或許是鄭麗文2002年後政治立場急轉的關鍵。枕邊變亮婚姻表面和諧，實則藏着從綠營軍師到藍營幕後操盤手的驚人轉身。如果細看這些人生細節，他幾乎是一個完美的現代政治人物樣本，出身複雜，學歷漂亮，口才出眾，跨陣營，會打媒體戰，婚姻也帶戲劇張力。可也正因為如此，當他一步步走向今天的位置時，批評者對他的警惕變得更深。在海外民運人士看來，鄭麗文並非單純由綠轉藍，而是逐漸變成了一個最適合被中共統戰敘事吸納的人物。他的眷村背景可以被講成兩岸血脈，他的台獨前史可以被講成翻然醒悟，他的高學歷和國際背景可以為務實路線增加可信度。他在台灣民主化浪潮中的出身，則讓他比那些老牌親中人物更有說服力。一個從未反中過的人為北京講話不足為奇，但一個 Ken G4 驚罵國民黨喊台獨的人，如今改口說我們也是中國人，那種心理衝擊和宣傳後果完全不是一個等級。這就是他今生的關鍵。2026年4月7日至12日，鄭麗文率團訪問上海、南京、北京，最具象徵意義的一幕是4月10日在人民大會堂與習近平會面，鏡頭精準手時間被反覆放大，輿論熱度也被推至頂點。北京顯然知道這次會面的價值不只是給國民黨主席禮遇，而是要把這場會面塑造成一種更大的政治信號。即使民進黨執政，北京仍然可以繞開台灣現政府，通過在野黨力量建立自己的台灣通道。閉門會後傳出，鄭麗文記了一堆筆記，習近平承諾什麼都能談南京中山陵。那一幕之所以震撼，不在於有人喊了什麼口號，而在於他被多快、多熟練、多不露痕跡地控制並拖走那一瞬間。許多觀察者突然看清了這整場訪問的底色。表面上，他充滿熱烈歡迎、歷史記憶、兩岸交流、民族情感，實質上，他始終運行在一個極端控制的空間內，看似自發的人群，可能是精心佈置的背景，看似自然的歡迎，背後是嚴密維穩、看似和平柔軟的舞台，實則站着一整套冰冷而高效的國家機器。而鄭麗文在這場機器運轉的中心位置，接受他、配合他、回應他。習近平說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一家人要和平發展、交流合作。鄭麗文則呼應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中華命運共同體，並稱讚大陸在習近平領導下全面脫貧，成就非凡。對支持者來說，這是一種降溫，是一種為台灣爭和平的
現實主義操作，但在批評者看來，這不是緩和，而是配合，因為整場話語最關鍵的缺口，恰恰是那些本該被提起的東西沒有被提，沒有要求北京停止軍演，沒有要求放棄武統威脅，沒有談台灣民主制度的不可替代，也沒有觸碰公民社會與一黨威權之間根本性的價值鴻溝。這也是為什麼一些最尖銳的批評會說，如果真是一家人，那眼前這一切更像家暴，而不是團圓。這句話之所以扎心，是因為它揭穿了一家人最核心的偽善，一個從未放棄使用武力、持續用軍機艦壓迫對岸，並把反分裂法懸在台灣頭上的政權，卻要求台灣在情感與文化上接受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的框架。這種話術之所以有效，不靠邏輯，而靠習慣；不靠說服，而靠重複；不靠平等，而靠不對稱。講到最後，台海問題不再是一個民主社會如何面對威權擴張的問題，而被改寫成自己家裏的事，從而替北京完成最大的一次偷換，把國際安全問題內政化，把主權爭議家務化，把台灣主體性情感化。美國主流媒體和戰略觀察者對鄭麗文路線的疑慮，雖然表達方式不像綠營那麼激烈，但底層憂慮非常接近。他們擔心的不是他會不會秘密賣台，而是他是否在客觀上幫助北京改寫華盛頓對台海的政策敘述。因為一旦和平交流被不斷包裝成台灣社會內部一條成熟、主流，甚至更值得支持的路線，美國對台威懾和平的戰略框架就會被稀釋。北京也就更容易向國際社會展示，台灣不是都不願談、反對對話的只是民進黨，而不是整個台灣。換句話說，北京根本不需要他簽什麼見不得人的協議，只需要他站在哪個位置，說出哪些話，讓那些畫面傳遍媒體，就已經達成了戰略效果。現代統戰很多時候不是地下交易，而是公開協作；不是黑箱勾兌，而是站在陽光下完成最事搬運。因此，海外民運人士對他未來的判斷悲觀，而直接他們認為鄭麗文接下來會進一步推動國民黨制度化、常態化的兩岸對話機制，把和平做成黨內路線核心，並藉此衝擊2028。他們最擔心的不是一場會談，而是會談機制本身被台灣社會逐漸正常化。因為一旦這種機制固化，九二共識就會在習近平定義下不斷向一中原則收縮，而台灣能換回來的國際空間與所謂善意，最終只會是一點點有利。與此同時，綠營媒體也判斷這條路線未必真能幫助他贏得更廣泛民意。他的戰鬥藍風格雖然能鞏固深藍，卻極可能把中間選民和年輕世代越推越遠。因為今天的台灣不是20年前的台灣，北京軍機濫擾台，威權對香港的碾壓，國際局勢的變化，已經使越來越多人對一家親別刺激對方這類話術產生本能排斥。鄭麗文可以憑借綠轉藍的特殊履歷降低一些人的警戒，但這種效果未必長久。一旦台海緊張再升級，他身上的和平使者包裝很容易迅速破裂，露出替北京降維包裝壓力的底色。而最嚴峻的仍然是長期後果。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台灣明天就失去什麼，而是台灣在一次次務實降溫、不要對抗先談再說的政治氣氛中，慢慢失去自己判斷現實的能力。民主不會總是在槍響那一刻死去，更多時候它死在語詞裡，死在邊界被一點點改寫的時候，死在一個社會終於習慣不再談主權、不再談威脅、不再談誰在拿武力說話的時候。從這個意義上說，鄭麗文的故事並不只是一個人的傳奇，也不是簡單的叛變敘事，它更像台灣民主社會的一場結構性壓力測試。一個原本從反威權浪潮中走出來的人，最終卻以更柔和、更現代、更有傳播力的方式
替另一套更龐大的威權敘事提供語言、表情和可信度，這才是他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他的前世不是無關緊要的背景板，而是今天一切爭議的來源。正因為他 Ken G4 京那樣激烈地反國民黨、反舊統治、擁抱台獨，他今天的每一句九二共識，每一次和平一家人，才會顯得如此刺耳，也如此高效。北京最需要的，從來不是一個一眼就被看穿的親中政客，而是一個 Ken G4 京站在對面，後來走過來的人。這樣的人最適合拿來證明，連最激烈的抵抗者，最終也會回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懷抱。這也正是許多海外民運人士不斷發出警告的原因。對他們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鄭麗文這個人本身，而是他所代表的政治可能性、民主社會內部的流動性，如何被威權吸納個人政治轉彎，如何被包裝成歷史必然而和平，又如何在不知不覺中變成單邊讓步和心理設防的別名。如果說台灣未來會被什麼真正考驗，那未必只是軍事實力，也未必只是選舉勝負，而是台灣社會能不能始終看清一件事：和平不能建立在偽裝之上，更不能建立在威脅者規定的語言之上。台灣是誰，不該由北京來定義；台灣要走向哪裏，也不該由那些已經把自己陷進北京敘事中的政治人物來替全體人民回答。鄭麗文的前世今生，真正照出的不只是他自己，而是整個時代的危險輪廓。